算啦嘛，睇嚟而家已經係最好嘅情況。電影《阿 Q 正傳》主角阿 Q 面對無數挫折，因為自認無法克服挑戰，漸漸變成差唔多先生，默默接受厄運，唔再反抗。佢係逆境習慣性後群嘅重度患者。心理學中嘅認知失調概念指出，當事與願違嗰陣，為咗俾自己感覺好啲，腦海會將現實視為理所當然，編織出合理嘅故事。咁樣嘅思維對人生真係有幫助咩？定係糖衣毒藥？遇到問題時，如果我哋好似阿 Q 咁默默咁講，睇嚟而家嘅情況已經係最好啦。呢個表示我哋認為自己唔配獲得更好嘅，已經接受現狀，唔再追求進步，限制咗自己嘅潛力。就好似同上司協商加薪嘅時候，上司問我哋想加幾多，我哋回答1000。如果大家都咁樣講，加薪幅度肯定唔會超過1000。安於現狀，無法期待他人主動改善我哋嘅人生。人生係一場無限賽局，未到最後一刻，邊個係贏家尚未可知。